这阵啊，就是这道教千煞的季节。今年这秋天呢，红豆莺甲山后鸟这两种主要的过境这恒春半岛的道鸟呢，是拢总超过50万只。这项纪录已经创下30年来的这个观察纪录啊！或一寡看鸟的这学者甲民众呢，拢感觉真欢喜。 规阵的鸟仔伫山顶飞来飞去，看起来密密实。这拢是号做国庆鸟仔的山后鸟。恒春半岛的道鸟千煞，统计至27，赤腹鹰累积数量突破40万了后，山后鸟嘛破10万3千多只。今年两种主要过境的猛禽，合计数量冲破50万只，创下30年来调查纪录，互观察鸟的学者拢感觉足欢喜。今年过境的情形较特殊，就是10月初往常。 也出现大量，啊，毋过今年10月初就明显有咧过境，伊的感受感觉讲哦，相当足好诶。啊，对咱一般民众看鹰仔人来讲，当然咧感觉会相当的欢喜。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委托台湾猛禽研究会做调查，今年山后鸟对10月初开始过境，10月11到26的16天，除了10月19因为气候歹无观察到之外，有15天逐天拢观察到超过2000只，甚至有一天出现14000只，数量真多。数量会这么多，可能不外2个原因，一个是繁殖地还有迁徙地、渡冬地可能保育的情况比较良好。 再者就是这个10月的期间，东北亚这边的那个台风影响比较少。过境的数量创纪录，唔但证明恒春半岛对道鸟千煞路线的重要性，嘛互观察鸟的民众看甲足欢喜。不过景观处表示，20观察到赤腹鹰敢若5只，山后鸟嘛剩190只，数量明显减少，表示10月这波的千煞要结束啊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